唔單止發展商對於樓市有保留，唔同嘅持份者對於下半年嘅市況啦，都開始轉趨保守啊。咁早前傳出銀行增聘人手，應對香港大約2000億嘅不良資產，牽涉住宅按揭、寫字樓融資、中小企經營貸款等等。嗱，呢一場啦無聲嘅金融風暴，有機會進一步令資產價格蒸發㗎。權宜之計啦，就係將資源投向相對比較穩定嘅住宅市場。咁有見百業之母增加現金回贈，對於供樓業主嚟講當然係好事，背後仲暗藏啲咩原因呢？半年內現金回贈嘅上升速度相對快，更係2至3年之間嘅高位，背後或者同銀行睇淡下半年樓市有關。咁我覺得咧，銀行咧係覺得下半年呢個市係會靜啲，因為佢由5月尾開始咧已經係開始有一個轉靜嘅趨勢啦。咁啊，再加上咧，佢加息嗰個預期咧，咁佢哋會覺得下半年咧，其實係冇上半年或者舊年年尾咁暢旺。咁但係至於樓價咧，佢哋就未必係睇淡，因為你睇佢哋咧內部嗰啲經濟報告咧，佢哋個 house view 咧都仍然都唔係睇淡嗰個樓價嘅，只不過咧佢係睇淡嗰個交投量。咁所以就變咗喺而家嚟講咧，佢哋係想加嗰個現金回贈咧，就做多啲，咁啊希望咧喺個市靜之前咧都可以做多一陣。另一方面，本港銀行存款持續增加，首破20萬億，加上本港商業房地產仲未恢復。據了解，部分大型銀行唔再承做商業房地產按揭，中小型銀行審批商業房地產按揭息率亦都比一般高，所以只能夠向住宅按揭市場埋手。佢哋亦都係咧喺唔同嘅層面咧，都係有加一啲優惠嘅，比如係一啲綠色嘅按揭啦，或者一啲專才嘅計劃咧，佢都有相應唔同嘅額外優惠喺裏面。咁所以你見到咧，其實佢哋整體嗰個取態咧都係好進取嘅。咁啊，比起舊年係進取咗好多。咁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咧，亦都係頭先你所講嗰個，就係因為佢嗰個商業貸款咧、商業按揭佢哋係退咗場，咁變咗佢哋就多咗嗰個彈藥咧，可以集中多啲喺住宅按揭嘅市場裏面。咁啊，配合埋因為個 HIBOR 仍然低，咁所以佢哋仍然都有個邊際利潤。按揭中介預料，若果下半年1個月拆息 HIBOR 維持喺而家嘅2厘幾水平，現金回贈或者會繼續上升，但係要留意，若然美國掉頭加息，令到拆息抽升，就會削弱銀行嘅邊際利潤，而令到回贈減少。